为着要做回来因应超高龄社会，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办事是审查壮世代政策甲产业发展促进法的草案。不过，这劳动部甲民进党的委员是认为讲，壮世代只是一个概念，定义不明，应该设一个专法做回讨论。所以这就为什么奶哥的敬老卡掉了？他说。 让他觉得很难堪啊！吉林陈乃麟最近敬老卡伫咧高铁站，互人扣着，互伊感觉真歹看。明明家己阁真少年，所以用“老”这个字，为着要尊重甲陈乃麟同款心声的民众，民众党立委吴春成调集42位的立委，提出壮世代政策相关草案。有立委认为，55岁以上的民众拢应该用壮世代来称呼，无应该叫因中高龄也是老大人。我个人觉得中高龄或是老年这个字眼今天改成壮世代或许比较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壮世代这一词比较正面。对此，劳动部对壮世代这个词虽然是表达认同，不过这是一个概念的词，若是要特别设一个壮世代相关的专法，佫需要讨论。报告有讲过，这壮世代是一个反年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这我们是支持的。对，可是要上纲为法律，这有待商榷。 嘛有民众党立委认为壮世代定义不明，范围收过宽，是毋是无同的年岁站拢需要特别设一个世代的专法？如果我们立法机关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就在这里进行去做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讨论，是非常危险。我问部长跟次长，请问我是属于什么世代？ 台湾伫2025年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就业、健康、经济等等的问题，拢是国家重要的议题。提案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基表示，是毋是要以壮世代这个名词来取代中高龄，也是时代。这是讨论的第一步，政府机关应该持续针对其他相关的政策来做讨论。记者狄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